约翰一书第1章，论到对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，就是阮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目看过、亲手摸过，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阮也看过，现在搁做见证，将原甲爸三甲弟的，伫显现互阮迄个永远的生命传互恁。阮将所看见、所听见传互恁，互恁甲阮相交。阮犹原是甲爸佮伊的囝耶稣基督相交。阮将这个话写互恁，互恁的喜乐充足。上帝就是光，伫伊毫无黑暗。这是阮对主所听见，佮报互恁的消息。阮若讲是甲上帝相交，却犹原踮伫黑暗来行，就是讲白贼的，无行真理。阮若伫光明中行，亲像上帝伫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伊的囝耶稣的血也洗清去咱一切的罪。咱若讲家己无罪，就是家己欺骗。真理无伫咱的内面，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的确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。咱若讲家己无犯过罪，就是掠上帝做讲白贼的，伊的道也无伫咱的心内。